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菲律宾东方外海目前有热带性低气压在形成，可能会加速今年头一个风台。今仔受到风影响，各地拢有雨水。检调侦办做假连署案，早起到国民党新北市东部所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搁再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行政院长邓英台拜会朝野党团，盲因支持特别条例。立法院跨党派的访问团嘛出发去美国。来看今年第1号风台有机会在5月形成，目前这位伫菲律宾东方外海的热带扰动，可能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做今年西北太平洋海域头一个风台。今仔台湾受到风面的影响，各地拢有雨水，天气是真无稳定。大台北透早落雨，温度嘛降低，受到锋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北部甲东半部雨拢会真大，低温嘛会降到差不多19度。气象署提醒，一直到拜三透早，拢要注意早暗较寒。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在早晚的时候，在28、29甚至到30号的清晨，都还是比较偏凉的。气象署嘛提醒，5月初1真紧，阁有另外一波锋面会通过台湾，到时已经是5月份的梦境雨季。天气风险公司分析，目前的观察，5月初1西南季风还未出现，所以无算是头一波梦境雨的锋面。另外，菲律宾东南边外海99号的热带扰动有发展做风台的条件，长期尾若是发展做风台，有可能是转向型的路线。不过目前要拢充满变数。应该会在5月1号的前后，强度就会明显的继续增强。后续它会沿着环境的死流场的导引、采抛路线的方式远离，一直会朝着日本的南方海域进行。专家分析。就目前初步的观察，这个热带扰动后续若是发展起来，对台湾嘛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因为时间要真早，无确定性嘛真悬，各国的预测嘛持续伫调整，路线无啥共款，也要持续追踪甲观察。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检调侦办做假连署案，早起到国民党新北市东部所查，调查人员是先去书记长陈金荣，佮书记朱培仪的徛家带人去市东部来协助搜查。也毋过新北地检署并无对外来说明。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早起是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嘛强调讲5月20国会来会提案来罢免总统赖清德，佮要求全台湾的蓝营民意代表拢爱协助各地把立委的人数来通过第2阶段，嘛会列入考核。另外，基隆市东部早起嘛传出讲有检调去搜查。检调持续侦办不实的连署案，了一日针对国民党邦桥东部、三中东部发动搜查了后，28搁去新北市东部来搜查。东部主委黄志雄证实，书记长陈金荣甲书记朱培仪分别为因兜去用带走。新北地检署刚才回应讲，不方便证实。有2位同仁被带走嘛？那原则上我们尊重司法调查，但希望公平、公正、透明。一位是书记长，一位是书记，基本上就是负责市党部相关的工作。陈金荣甲朱培仪，因2个人去检调，带登去东部协助调查。早起10点外，2个人行出东部是拢无讲话。新北检方甲人带登去调查局，详细案情也要进一步来厘清。我们尊重检调，也希望在野党回到一个事实的本质，违法就是违法。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开记者会，批评执政党滥用司法，嘛强调讲5月20要伫国会提案罢免总统赖清德。不单520当天开始，国会要提出罢免案，要提出弹劾案，接下来在台湾各个角落、各个地方，我们要全面的发动各种方式的罢免赖清德的运动，这是我们全党上下一致的决心。国民党新北市东部证实，包括书记长、书记甲三中区执行长这3个人拢互检调约谈，因的徛家甲办公处嘛去用搜查，而且带登去调查。因讲尊重司法的侦办，不过一定要公平公正来对待，希望当量早理清案情。公司新闻新北台北报道。
顶礼拜五，美国连续4天拢起，嘛带动台股早起开红盘，盘中嘛起破2万点哦，收盘嘛徛稳2万点。但即阵要挑战900块，落尾是以897块收盘。今仔早起，立法院财委会嘛去证交所视察，发现讲最近台股的波动是比日本股、韩国股市较大，反弹嘛较大。另外，中央大学公布4月份消费信心指数，连同未来半冬是投资股票的时机，人数是减少真侪。伫8月台股开盘红盘的情形，互投资人进前握住的心情有较好。伫盘中也把登到2万点大关，去超过190点。宽达股台积电同款是开关行关，盘中上关是898块，有机会挑战900块。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呢是连续第4天的反弹，那加上呢，我们台积电以及呢台指期的电子盘走势都相对强势，所以呢，让我们今天台湾的股市呢走势是相对强势的。分析师认为，伫咧未来，台股短期依然是关键震荡，再等到美国吹切半导体调查过一段落，才能结束市场观望的气氛。因应最近台股震荡的幅度大，立法院财委会伫8到证交所视察，自今年1直到4月24。台股若甲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来比，台股的盘放是15.4%，日经盘12.2%，韩国是起5.1%，美国道琼甲纳斯达克也拢是盘。不过，若是对这个月反弹力量来看，台湾上港的力量是起14.27%，是比其他国际证券市场的表现更较好。川普的这个关税的影响，基本上我们回复的情况在世界各国来看，虽然我们跌下来的时候，我们也 rebound 的，相对的来讲的话，在股市的表现是在世界上是也表现得非常的好。做多再加上防空3个的一个措施里面，多元担保品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就发现，其实是真的是有效的。受到台股波动大，也打击投资人的信心。根据中央大学公布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便以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下滑幅度上大，比顶个月下降幅度11.25点。对等关税是发生在4月初了，它的效果其实还是会一直延续。它因为有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它当然也会让其他的指标跟着就是下跌。观察第8台湾金融市场的表现，呈现出股汇两升，新台币兑换美金汇率以32.5亿开盘，升1.6分。一若起势维持偌久，一个密切的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要应验美国政府对顶关税行政院通过规模新台币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是亲身去立法院来拜会调野党团寻求支持，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只有930亿的用地产业，其他的6成预算拢甲关税影响无啥关系。另外讲行政院是要甲之前防台检的总预算趁这机会报回来。依类上台国民党团总调鲍文琪邀请前来拜会行政院长杜英泰，当责任再起加比，因为应对美国政府对顶关税政策，政院即摆提出4100亿特别条例预算，杜英泰特别拜访调野党团，寻求支持。鲍文琪头一摆对总预算改动案释出善意，也毋过讲到特别预算游玩也是无啥顺利。行动案，我们非常乐于也欢迎行政院提出来，我们一一来做检讨。特别条例是非常紧急事项来提的，那如果非紧急事项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追加预算？我们都希望来做行政院的后盾。不过呢，我们也必须向全国人民清楚的交代，人民的纳税钱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一次的特别条例，我是希望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效率，那我们4100亿的特别条例，将来的特别预算会全数挪用以前的税基剩余，不会举债。虽然政院毋忙伫上短时间通过特别条例甲预算，也毋过在野党团集期，其中只有930亿属于产业支持面向，其他6成预算甲营养关税无关。认为政院是将进前防产检的总预算，趁机会要补倒转来。4100亿，这3年怎么分配？每一年的预算，它所支撑的计划是什么？我看了这个只有骨头的条文，那我到底是要同意还是反对？老屋重建跟因应美国高关税到底有什么关系？后续的讨论，我们都期待立法院朝野能够捐弃成见，
不设前提，能够正向理性的来对话跟讨论。对比民进党徛几排顶现庭行政团队到阳台亲自拜访，亲像游园，真歹说服南北党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对世界各国影响拢真大，嘛包括咱台湾。立法院的副院长江启臣昨暗就带立法院跨党派团出发去美国访问，要来表达咱的产业各民众的心声。希望伫咧关税前会当找到台美互利互惠双赢的局面。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7暗带立法院跨党派团去美国，伫咧出发进前，一直咧机场讲，这段国会外交的意义、内容甲时间，甲进前比起来有较特别。我们能够争取对双方都有利那特别是很多我们产业界所关心的关税问题，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争取到相对比较低的关税。访问团将会就关税问题向美国各界传达台湾产业甲民众的心声。这边去除了江启臣，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张智伦、吴建豪、民众党立委林义君，甲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区议员张雅玲，因为分批出发拜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甲智库。透过讯息的交流，希望帮助进行谈判的，不管是台湾政府跟美方的代表，能够促进更健康、更正向的谈判。罗总统李人伫咧甲国人传统业者座谈时阵也讲，伫咧甲美国交涉的过程中，咱方会秉持争取调降关税，扩大对美国投资甲采购，排除非关税贸易障碍，解决出口管制甲生产地等5项原则。希望伫这边的全世界经贸进动，台湾的产业会当徛国家在布局全世界。我们不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已，我们希望借这次的挑战，能够找到台湾下一阶段的机会。所以我们目前也会积极的落实台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这马团讲，行政院也规划要增加投资台湾3大方案的优惠措施，除了规划延长到2027年，也调整资格条件，包括全世界大商拢适用，重点伫咧5大新来产业，并且建议提高融资优惠利率，调整中介技术能力适配比例，还有扩大产业园区租金的优惠，加大力量协助业者返来台湾生产，强化本土供应链。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经济研究院预估，美国对台湾的目标关税可能至少爱15%到20%影响到完全期过了就会出现。嘛，呼吁讲咱台湾会当来针对特定的 ICT 资通讯的产品来争取关税优惠，嘛争取甲日本、韩国同款的条件。美国关税政策一变再变，国际无确定因素增加，日本国内智库邀集专家学者展开研讨。中经院院长连宪平分析，川普的关税政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应对贸易不公平、加逆差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有就是增加美国税收4大项。我们那时候在评估，是他1年大概要收到差不多5000亿的税收来支持他的这个减税法案。美国1年进口大概是差不多3兆6千亿左右的货品。林宪明分析，川普以维护美国国安作为关税政策的中心思想，就算是盟友也真歹有零关税。就连盟邦以色列拢有17%的关税，加上各国的关税地板价为10%起跳。如果川普对台湾的目标税率是15%至20%，也不需要说很明确的其实去表态。台湾其实是我们的经济体没有大到可以直接跟人家叫牌，这是这个大家要最知道的一件事情。学者强调，就台湾输往美国70%拢是 ICT 资通讯产品，会当争取特别项目的豁免。另外，并不是较早谈判就占优势。颠倒会当等待国际谈判有初步的结果，争取甲日本、韩国等国家同款的标准。未来你出口到美国，你都要附这一个产地证明哈。但是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怎么样来跟这个美国原产地做的规定来做一个对接。也有学者建议，政府会当利用科学园区的建设经验，协助台商建设伫美国的对外贸易区 FTA。互零组件维持台湾出货，同时降低台湾对美国贸易逆差，加做谈判的条件之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立法院司法委员会今仔邀请秘书长周万来报告哦，也毋过周万来无来，嘛无请假。立法院是发新闻稿指出讲，幕僚人员毋是立法委员监督的对象，毋免列席。民进党团是批评周万来藐视国会，嘛通过停职案。民众党团是批评林爷是想要透过周万来修理立法院长韩国瑜。9点开会时间到，即个那民进党立委到现场，因那会议的主角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是无看的人，那被立委也拢无来。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立备针对技术空间运作的情形、国会数位化推测的进度，抑个资源应对方法等问题，邀请周万来做专题报告。发一个新闻稿。不过，伫咧开会进程，立委无看到书面的报告，也无看到周万来。一直到早起9点，立法院发新闻稿，讲幕僚人员毋是立法院监督的对象，无应该列席。和民进党调委曾水雄真不满，伊讲秘书长列席报告并且备询，伫过去拢是常态，批评周万来选边站。他可以理都不理，甚至认为说这是完全是侵犯到整个立法院长的一个职权，荒唐，开什么玩笑？好像以为谁当了立法院长，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立法院的职员好像螃蟹一样，这可以横着走，不受任何一个监督，是这样子吗？周万来4月7日也捌由立法院议长韩国瑜发函请假，不过这边并无请假。民进党团批评周万来藐视国会，并且通过谴责案。但是民众党团批评林爷是拍算要甲周万来有野拍，就机会修理韩国瑜。竟然拍了一个说要周万来去专案报告，怎么样防止这个立法院变成国安的这个漏洞？怎么避免共谍渗透立法院？啊，被共谍渗透的立共、红共一家亲，不就是民进党吗？希望立法院相关的这些议事人员能够到各委员会来做专案报告的时候，可以向立法院院会提出来。针对司法委员会这礼拜安排3场会议，拢有邀请周万来。立法院讲，这拢超过法定范围。民进党团是回击讲，若被护航周万来，也呛声讲周万来无来一遍，因就谴责一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宜兰的警方昨日抓一个毒品犯，嫌犯驶车要弄警察车，搁伫市区冲红灯警方是向嫌犯的车开3枪，这嫌犯受到压制，伫车顶嘛抄到安非他命等毒品，已经甲这嫌犯移送法办，卖来追查伊敢有食毒驶车。发现撞红灯开警示声要甲伊抓来，不过嫌犯未停车。警方查证对嫌犯的前脸开3枪，佮通报警方伫宜兰市龙泉路甲4个嫌犯的车动来。无想到讲4个嫌犯佮开车弄警车，规台车拢停来了。警方甲过程的嫌犯对车顶诱来，因为过程嫌犯撞红灯了，伫市区内面危险驾驶。迄当阵差不多暗时7点，拄好市区人上侪时阵，好佳在无造成意外，也无引起真侪附近民众注意。听到什么声音呢？枪响3声啊，赶快跑去躲啦！警方将嫌犯制服了，就开始搜证，伫车顶敲出依托米脂、安非他命等毒品。警方在宜兰市龙泉路段上实施拦截围捕，岂料该车辆竟然冲撞警车，现场员警见状立即朝车轮开3枪制止。警方依照毒品妨碍公务等罪嫌，将过程嫌犯移送法办，也该验尿调查看伊是毋是有食毒开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了了一件虚拟货币交易的暴力案，有4个查甫人因为交易虚拟货币纠纷，防控制行动佮防挟性压伤。警方顶个月初了了15个嫌犯，其中一个姓平的嫌犯佮有因为另外一个案件互通缉，人嘛已经互抓去关了。有被害人因交易虚拟货币纠纷，遭数十名犯嫌强压控制行动、殴打、凌虐，并逼迫强制性交及拍摄性影像，同时又遭强盗价值约50万元之虚拟货币及现金，在澎湖县与台中地区查获发布9案通缉之彭姓主嫌及链姓某帮派小组长等成员，共15人。
北京台湾破坏铁门要离开所在，警察局伫去年12月份接到报案，讲有4个民众开600万，用一个细瓶主嫌买20万粒的泰达币，也毋过这嫌犯说讲伊无收到钱，佮找几啊载嫌犯来控制这4个民众的行动，对因动骹动手佮迄性鸦片，钱嘛互抢走。警方伫顶个月初6展开行动，掠到这通缉中的细瓶主嫌甲共犯计共15个人，该移送法办。这细瓶嫌犯嘛已经互掠去拐了，另外佫有7个人嘛互羁押禁见。再来看去年使用名册 IG 受到诈骗的案件，台北市都有2288件，损失是超过11亿。最近有一个查甫人，伊看到名册假投资广告，就开120万去投资泰达币，佮透过保单借钱去投资。就跟检察官讲啊，你是合法的币商吗？这个涉案的查甫人，甲警方咧画拍拉片，唔承认讲伊有做诈欺的车手，不过伊2届甲一个受害者约提钱，拢总甲提120万去。加上诈骗，不要链接给他。专案会逼出来，是警察接到通报，有一个受害查甫人去银行柜台领100多万投资泰达币，警方赶去银行甲伊扣劝了后，请伊协助办案，甲要提钱的嫌犯约出来。全案询问后，依诈欺罪权移送侦办。这个洪姓大兄20多岁查甫人，为人面册诈欺广告加入来群组了后，就去用洗脑投资，现金拢去用拐了，佮叫伊投保单来借钱，差一点就佮加了100多万。主要能借是那种理财储蓄型的保单，因为它里面就会有解约金，或是它里面有我们所谓的保单价值的准备金。线上网银或是临柜，甚至你超商跟 ATM， 你都可以去直接做借款，所以它的方式很简单。诈骗的手路为真接款的提出去抵押，即嘛佫有保单借款。诈骗集团为网络的社群找目标，想空想胖要骗人的钱财。根据警方的统计，去年因为使用人面册 IG 受骗的案件，光是台北市就有2288件，财务的损失超过11亿。透过 AI 来主动收报诈骗广告，通报平台下架，尽量精简警力，透过 AI 来更快速的达到我们整体的打诈的目标。台北市刑大用 AI 分析，加速闭路的分析，把诈骗的广告为网络顶摕落来，找出有问题的金流，提早启动调查。虽然有比人工的作业较有效率，不过敢真正对掠诈骗有帮助，也会观察。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加拿大温哥华菲律宾社区有汽车冲入去人群，造成11人死亡。这嫌犯有精神的疾病，嘛已经被抓起来。警方初步是排除恐怖攻击。本来热烈欢喜的菲律宾的社区拉布日红龟派对，转变做可怕的死亡现场。路位除了有弄进流来碎片，也有毁掉受伤的人加尸体。Black Audi, he just like stopped or whatever. I don't know, but from over there, from like the start right there, he just pushed the gas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whole block right there, crashing into like everyone in his way. I heard like a bunch of like crashing and stuff.Then I walked down like not even like half the block. I just saw like a bunch of bodies and everything. 警方讲，这件汽车冲撞案件造成重大死伤，也和这个区域紧迫威胁菲律宾的居民，大家拢惊悲痛。嫌犯差不多30岁，一个人作案，现场就被抓到。The number of dead could rise in the coming days or weeks. The evidence in this case does not lead us to believe this was an act of terrorism. It does have a significant history of interactions with police.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温哥华有超过14万菲律宾的加拿大人，每年拢办红龟市集来纪念1500年代抵抗西班牙殖民的民族英雄拉普。参加活动的有上万人。警方伫咧活动开始进前，有乘坐威胁骗局，并且封锁附近一间学校的街路。这件案件发生的时阵，是加拿大联邦大选的前一天。总理卡尼取消竞选活动，并且对冲撞案件罹难者表示哀悼。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拜六伫梵蒂冈甲乌克兰总统会谈了后，二次是对媒体表示讲，伊认为泽伦斯基已经准备好要来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嘛指出讲，未来1礼拜是俄乌签署和平协议的时机哦。另外，北韩嘛证实讲，领导人金正恩有下令，讲要派兵参加俄乌战争。
美国总统川普27离开纽泽西高尔夫球俱乐部时阵讲，伊日在咧梵蒂冈参加已经过身的教宗方济各告别式时阵，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咧圣伯多禄大教堂进行15分钟的会谈，时间正短，也过效果袂歹。同时也讲到克里米亚问题。川普讲，泽伦斯基敢若已经准备要放弃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Ready to give up Crimea? Do you think, Mr. President? Oh, I think so. Yeah. Look, Crimea was 12 years ago. That was President Obama. They gave it up without a shot being fired. So, don't talk to me about Crimea. Talk to Obama and Biden about Crimea. 二人川普甲泽伦斯基伫咧梵蒂冈的会谈，是今年2月两人伫白宫完结了后第一面见面。川普认为泽伦斯基是国家冷静，也国家了解全局。伊认为泽伦斯基想要达成和平协议，同时也再度要求美国提供更加侪武器。川普是回应讲，就要看接下来情形。伊也对俄国最近对乌克兰的空袭表示意外加失望。Well, I want him to stop shooting, sit down, and sign a deal. 俄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坚持是和平协议上大的争议之一。川普伫最近讲，就是俄双方短期内一个无法度达成和谈，美国将会退出调停，表示川普已经强烈无耐性。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加国家安全顾问瓦尔兹拜六也分别伫咧媒体上强调，川普用利益甲威胁的手段，就是希望双方会让赶紧上谈判桌。伫所落来一礼拜是达成协议的重要关键时刻。The president has dedicate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time and energy to this, and it needs to start happening. We need to start.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be a very critical week. 另外，北韩官方媒体离背第一篇证实，根据2024年6月北韩甲俄国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下令军队协助俄国攻打乌克兰，并且帮助俄军夺回库斯克地区的控制权。北韩2024年10月派出1万人去俄乌战场，今年1月又增加3000人。也那莫斯科2日也证实，有北韩的士兵伫咧库斯克地区参加战斗。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北约各国提供真侪武器予乌克兰，美国出上侪力，德国第2。也毋过后冷战时期，德国军队本身嘛有真侪问题，包括废除征兵制，也变过流失军备无够，互人认为讲是欠人、欠钱、嘛欠装备的部队。德国的总人口超过8300万，联邦国防军现役军人讲有18万外，也毋过若是甲文职的人员扣掉，兵力是也无到12万。因那后备部队估计差不多是93万，也毋过平均征召的人力也才34600人左右。德国政府2024年的报告也讲，2011年实质废除征兵制，连带取消一定人口统计。造成政府无法度掌握全国到底有偌济兵力会当使用。Zum Thema Personal habe ich keine guten Neuigkeiten und keine guten Botschaften, denn die Bundeswehr altert und schrumpft. 所以国防部就开始这项后备军人训练计划，调查满18岁以上的公民，或者是年纪更加大、有服役经验的退伍军人，有偌济人愿意加入后备部队。同时也改革募兵制度。预期自半年到23个月。路透社报道，俄乌战争爆发了，有真侪德国人就认为，未能够再建造天下太平。Durch den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 ist mir das Ganze präsenter geworden, ist mir auch meine eigene Verantwortung, daran mitzuwirken, präsenter geworden. Ich muss leider feststellen, die Bundeswehr hat immer noch von allem zu wenig. Es fehlt an Munition, an Ersatzteilen, an Funkgeräten, es fehlt an Panzern, an Schiffen und an Flugzeugen. 德国军事工业的水准是全世界排前几名，不过有算的问题一直拢互家己的国防军无法度有新的装备。即马有名的军火商 KNDS 杀出上新型的155毫米自走炮，只要指挥官加驾驶2个人就当操作。装弹开炮全自动，用轮型装甲车做底盘，机动性正悬。但是德军家己要用一个等几年，因为因抑阁排伫咧乌克兰后壁。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过来消息哦，过来看云林县的启东乡大美村，昨下晡有一个查甫人伫一间废弃的工厂的厝在高草哦，人无细里跋落去油槽，加在有人听到有人的喊救命，赶紧去报案。
消防队甲人救出来，伤是无介严重。消防人员将27岁当事男子救出来后，伊全身拢被乌油包条的，赶紧用清水洗衫粉将伊身躯的油污洗掉，要送病院进一步检查。这名当事男子受雇在启东乡大美川一厝的废弃干粮板草，27号下晡4点外，却无小心搬入一处无加固的废弃油池内。在除草的时候，不小心就掉到那个油池里面就对了。那他有拉到一根铁条就对了，在呼求救，附近民众听到就报案，我们就赶快把他用那个塑胶管让他拉着，把他拉上来就对了。消防人员表示，消防局在27号下晡4点50分接到报案，讲有民众搬入去废弃的口井内，赶到现场才发现是一处的废弃油池，赶紧将受困的当事男子救起来。好在在受困的男子意识清楚。患者说他的手脚有点擦伤，我们先帮他除就对，除治完之后就准备送医。处于无力啊，拢规个喷头机拢拼落啊，弄落啊，我就一直要扛，油袂掉啊，脚拧头尾内底有石头啊，有打着。消防局表示，经过初步勘查，这处废弃的油池长甲宽大约拢40公分。而这名受困的当事男子经过救出来后表示，有食到小块油污，手和脚拢有小块磨伤，经过初步清洗和处置，搁送到病院进一步检查，并无大碍。公司新闻王伟雄有连报道。花莲港是上港是有管制，袂当钓鱼啊。也毋过最近有民众伫半暝去管制区钓鱼，人搁跋落去报案，防以上港罚至少爱罚10万块。也毋过有民众是认为安尼罚相当咯。4月25透早1点，警消接到报案，讲花莲港东北环管制区内边有钓过搬报案卡，因为现场正暗，管过公手拢是小波块肉粽头，抢救较困难。下去检伤发现他2腿已经骨折了。那现场因为场地湿滑，然后作业空间狭小，花莲港跟美仑分队总共出动4车8人啊，然后利用吊挂的方式将患者送往门诺。港警讲，受伤的是今年39岁姓江的查甫人，伊甲2个朋友违法偷走入去东北环管制区钓鱼，因为天暗看不清楚，才会跌落去。总队呼吁，防波堤外地形复杂，且消波块高低落差甚大，民众从事活动需注意自身安全，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遗憾。因为花莲港是上港禁止钓鱼，警方讲除了会加强巡逻，也会对姓港的查甫人等非法进入的钓客，依照上港法第35条处罚，罚10到50万。不过钓客不办，不合理啦，因为它不是以你钓鱼的名义去开，它是以你闯禁区的名义去开，才会开那么高。以前钓鱼是开600啊。我觉得可以特别设立一个地区，是让大家可以随时想钓鱼，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关府农业处讲，花莲渔港因为港区腹地也个作业的空间有限，只敢提供渔船甲竹排啊进出一个停港，无钓鱼的区域。其他部分是上港更加是禁止钓鱼，但是港公司每礼拜6、礼拜拢有开放东北环钓鱼，请钓友爱遵守规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西屯区一间大卖场，昨下晡有民众发现讲有人伫查某便所在偷翕哦。警察抓到一个39岁生出来的查甫人，伊是摕手机偷翕，人嘛已经向医生发办咯。案件来到大卖场的便所，因为有女性民众报案，指控有男子摕手机偷翕。就是在上面啊，我本来举起来，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不可能，怎么会有一只手机？不可能，女生有一只手机，我就知道。那小姐也有看到是不是？我有瞄到她手机。警方表示，疑似偷翕的案件发生在27号下晡5点半左右，在台中市西屯区青海路一间大卖场，39岁蔡姓男子疑似是因为经济压力大，起了歹念，来到地下1楼的女性便所偷翕。男子是自称捡到便所。那你在女厕干嘛？因为我走错边，然后我想走错边。对。你觉得这样子法官会相信吗？经查，蔡贤疑似因为经济压力进入女厕后，以手机偷拍民众女厕，经民众发现后立即报警处理。台中市刑台建议民众入去公共便所会使留意卫生纸、盒仔、清芳剂等物品是毋是藏有电线甲镜头，也有周边是毋是有奇怪，或者是镜头摄影的声音。若是有异状，马上报警。先观察一下周遭有没有可疑的人物，天花板、墙壁、洗手台或是垃圾桶，或是卫生纸架这边去看有没有可疑的
孔洞或是电线。业者强调，卖场拢有巡逻人员甲楼管提供协助，未来会加强巡逻防范。第六分局是表示，已经查扣蔡姓嫌犯的手机，扩大追查是毋是有其他的被害人，也佫有是毋是偷袭犯罪集团。专案以涉犯刑法妨害性运输、甲不实性影像罪、妨害秘密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公司新闻台中报道。真侪民众爱啉花草茶，台北市卫生局抽验卖场甲商家发现有6件产品农药的残留钞票，无合格率是12%。卫生局已经要求爱回收，卖继续来追查大卖。有当时泡一杯小小的花茶或者是草仔茶，是袂少民众放轻松的方式之一。台北市卫生局去超市、卖场、茶行甲饮料店等等的所在，抽检50件茶米甲草仔茶等等的产品。结果发现有6项产品农药残留的用运量无符合规定，无合格比率是12%，包括薰衣草2件、玫瑰花2件、蝶豆花甲桂花拢1件。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违反了《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5款。那依同法第44条第1项第2款呢，可处6万到2亿元的罚款。伫复兴南路专门咧烘食品原料的奇美点心屋，是即个无合格的名单之一。伫蝶豆花粉内底验到赛面宁、甲芬普尼等等几啊项砂糖剂拢超标，而且无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无摕到食品甲相关产品输入的许可通知。也若民众伫买花茶甲草茶进前，嘛拢有家己咧拣的方式。我觉得会看一下那个上面的成分标示，或者是说今天是饮料店的它的菜单上面有来源标示，我觉得还是会关注一下。如果买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找大品牌的吧，对，比较有信用的感觉。卫生局表示，无符合农药残留用运量标准的规定，已经违反食安法，会当罚业者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业者若无法度交代来源，嘛会罚3万至300万。打电话去卫生局点名，才会点头。大部分拢拒绝媒体采访，或者是因为负责人无伫哩，伫结果进前也无回应。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有民众去荷兰查一款有芦荟成分的面膜，这款成分违反荷兰入境的法规，互当地海关罚150块欧元，大约是代票6000块。防检署是提醒讲，每一个国家的检疫也是禁止输入的物件无啥相共，所以入境进前就爱先查好清楚。出国佚佗一定要真注意当地入境的规范。有一位前往荷兰的交换生发文讲，伊早出国的面膜因为有对芦荟结出来的成分，伊违反荷兰入境的法规，互海关带到边境检查，是罚150欧元，大约是台票6000。没有听过哎，对啊，我们也都带面膜啊，很惊讶，真的很惊讶，有很多那种清凉的面膜都是有芦荟的啊。因为它不是明显的植物，它是已经变成成分，不会特别注意出国的成分啦。有人唔敢相信，有人表示了后出国会真注意物件的成分。旅游网前杰西大叔是提醒讲 ，CITES 强要订正的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又个叫做华盛顿公约，对超过38700种的野生动植物提供无共程度的保护。那目前呢，所有的芦荟都列入公约保护当中，除了化妆品所使用的翠叶芦荟是唯一一个不受公约管制的品种。英文标示呢有没有完整的会影响到海关的判断，所以需要有完整标示翠叶芦荟的英文学名才可以携带。那欧盟的相关规定，那确实含芦荟的所有的萃取物，它的这个产品其实是禁止输入到欧盟里面的。不仅仅只是说这个面膜，包括含有芦荟的食品，完全都是禁止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民众，大家特别注意。防检署也提醒讲，每一个国家检疫也是禁止输入的产品品项拢无啥共款。入境进前一定要先查好去的国家相关的入境检疫规范，其他细节的才袂加了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桃园市中立的体育园区附近有2窟碑啊，红倒绘图，计共是7000外平。市政府是罚因90万，嘛查扣业者的乌图机，佮要求涉案的建筑工地要爱停工哦。这款外来绘图来源佮会查，桃园市政府是呼吁中央佮地方来做回修法进行管制。道路边啊，围篱仔内的碑墙对版绘图已经完全看不出碑墙的样貌。桃园中立体育园区附近2个碑墙，互人非法倒废弃土，面积4400平甲2600平，绘图量大约是34200公尺。也有民众向议员反映，徛在附近的沟仔，怎互黄土踢着。
是不是说大车所带来的黄土淤积在水沟里，又加上连日大雨，造成水沟无法排水，结果这些积淹水都到路面上来。市府表示，这摆荒岛废土的比长，拢是私人的产权，属于都市计划农业区。干部局3月巡查时，发现园区新员港的影响到交通号志，几啊摆互破坏。顺顺发现有山脚车怪手出入道途的情形，以非惩罚闸口怪手啊，都市计划法裁罚90万。应经高科技清查，本案之土方有部分来源为本市之建筑工程，除要求立即停工外，并勒令其将土方载回原处。针对比长非法吞吐案，市府表示，塘园工地出土土方爱加装 GPS 追踪，已经对较真涉案工地下令停工，搁下令因就土方载回原来所在。不过也是有外关切的废土来源，也呼吁中央甲地方联手修法，制定更较完整的配套政策，为源头管控土石风的流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的东区甲林德区拢有饮水的问题，市政府是争取1亿9千万，要来起一个调节池，甲进行排水改善的工程望讲会当来解决附近饮水的问题。台南市林德区文中公园拄啊落成启用，嘛有真实运动休闲的空间。附近的民众一透早就会来公园内面来运动开讲。而这个公园上重要的功能，就是地下有新建多功能的调节池，会当应过去特定饮水的状况。这个风台的季节啦。阿姨这边也就是好像一个调节气容啊、调节室的吧。阿姨是这个功能是怎好啦？暂时没什么感觉啊。对，因为这边地势比较高啦，它应该是从地势高的地方把水截下来，不要流到后面去吧。过去台南东门路一带，原本规划以下水道干线延伸的方式来改善，不过因为这个区地下管线是真复杂，经过技术的检讨甲评估了后，最后是采取分散流动甲地下地防的综合治水的方法，伫文中公园内面新建多功能的调节池，提供6425栋的地用空间，未来可望会当减缓积水。那我们在自由路上新建了2条的节流箱涵，将高地的水直接引导到文中调节公园里面新建的雨水调节池，来减少这个淹水的情况。近几年来，短时间的强降雨是常有，常超出排水的系统。尤其东区东门路甲自由路口，因为地势较低洼、甲坡度的问题，以往若是落好大雨，常出现严重的积水。这次工程完工了后，提升区域的排水功能，并保护当地居民的生活安全。公视新闻郑云台南报道。再来看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要挖面地路的车道标示有民众是质疑讲行为标线是看甲无飒飒。市政府是表示讲，这是考虑到当地路况特殊的处理，那么做伙来看卖。发现林肯道的慢车道号志顶也是红灯道人冲过去，但是新标线画设了后，用路人要倒挖，就要靠近林肯道这边的车道等待，车顶道才会当转弯。是啊，这呢左转是要先进去里面左转的啦。有人抢快，他可能就会撞到了。他是说就是可以看灯号啊，有些人是没有在看灯号的。有骑车的人讲真混乱，因为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到挖面地路这条道路新标线，靠近快车道分隔道这个车道，画标线是显示会当直行，还佫有正挖，但是伫一边啊，说是奥多麦倒挖的车道。考量到慢车道的这个直行车，它的动线不宜再做这个往右大幅度的一个偏移所以我规划这个机车是在右侧。市府解说，往北的方向虽然有紧慢分隔岛，不过线型决定是倒弯了后，倒边佫会加快有偏车弯，认为慢车若直行车无适合佫来偏移，才会把倒弯的车辆规划伫正边。希望说尽量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不然的话，可能在地人知道说这边右转是要靠这边左转是要靠右边，但是我身为外地人的话，我到了现场，我当然会不知道说为什么我这边机车要左转的时候，突然要靠右边去走。民间团体表示，各地标线画设有时阵会看现况，这案是为着动线安全会当了解。不过嘛建议全国应该要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才袂造成困扰。公视新闻欧刘婷丹、hen坤局报道。
高雄市7月开始甲基丁公园、甲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顶4个风景区，佮附近的道路，加做是空气品质的维护区。未来出入奥多拜甲柴油大客车、排气拢爱符合规定，若无就会处罚。奥多拜是罚500块，大客车是罚2000块。游览车驶入来卫武营停车场载人客，准备要去后一个景点，包括卫武营、公山之眼、基丁海华公园、甲红门港文化园区这4个风景区。高雄市环保局宣布，对7月初开始，出售满5年的大客车甲奥多拜来遮的风景区，若是去国科技执法查到排气无合格，可能会罚款2000块甲500块。民众普遍拢赞同这个政策，认为有管制才会当有好的改变。想要有大无差啦，因为因即马伊用车牌费业。伊即马科技执法去伫车牌对了，你若有自我管理规就免啦。我们都会按照那个预定的时间去检测，都是很好的措施啊。我觉得很好。高雄市对2022年开始，包括大碧湖、寿山动物园等3个风景区，拢已经列为空气品质维护区。2023年，佫增加高雄港区。环保局表示，这几年的客闸合格率大约有90成。其实，除了风景区内周边的道路，也会不定期安排客闸，透过科技执法的车牌辨识，大约1分钟就会当查出车辆排气是不是合格。目前已经公告5处的一个空违区，违规率为2% 到10%，那累积开罚数为5600多件。那其中，在高雄港空违区的一个违规率，从112年的30%已下降到113年的一个2%。新增加的4个风景区，即卖科技执法的设备拢已经到货啊。环保局强调，目前会先以宽度为主，对7月初开始才会正式开发。后续也会增加公有资源回收厂甲高雄国际机场为空气品质维护区，车民众爱记得定期验排气，避免受罚。记者柯家族高雄高雄场报道。为着要落实2030年台北市要减碳4成的目标，望界龙山市伫壁面装全台湾头一个直的太阳能板等会当来提供龙山市所有的公民等来使用。一个一档会当发电5900度，逐档拢会当来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量。4、3、2、1，请掌声！艋舺龙山市领航永续未来。8日，台北市长周万安来到龙山市，斗阵启动龙山市的太阳能板，这是全国第一间使用直的太阳能板的公庙，而且未来龙山市所有的公民灯拢会当改用做绿电，可以来提供电力。长期以来，龙山市就真重环保，伫2000年开始禁止烧金，2020年也开始禁止烧香，加做模范的历史公庙。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面停香。我想这个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们的信众都非常的配合。这届龙山市的太阳能板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去年启动台北净零101的计划。台北市政府表示，未来市府也会伫14种的场所，亲像公园、百货公司、公庙等等的所在，推动101项的减碳，包括太阳能板运用智慧科技，提供日式商品的服务等等，希望加速推动台北市成做净零永续的智慧城市。没有人说太阳能一定在屋顶，台北市突破了实力面也能发电，所以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7、8点，别人的太阳能板都还没有发电，我们台北市就已经有电了。台北市政府表示，龙山市这届有90片的面板，拢总会当发5900度的电，等于是逐档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市府希望会当加速完成台北市2030年减碳40%，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台选曾俊佑台北报道。新北市的新庄较早是真重要的港口，迄当时移民真多，民间信仰嘛真丰富，街仔行50公尺都有一间庙。新庄图书馆就使用台语来导览，要甲历史讲予大人囡仔来了解。常常听人咧讲一府二鹿三艋舺，但是你敢有听过一府二鹿三新庄？伫清朝康熙年间，新庄是上主要的重要港口，一直到嘉庆时期，新庄港的土沙开始堆积，历史大船驶袂入去，这也互车赢50吨的新庄港开始稀微，港口也互艋舺取代，才会变做一府二鹿三艋舺。台湾咱这边咧起厝的时阵，爱需要一寡石头啊，迄阵啊石头大部分拢是为大陆迄边送过来。
台就送过来要起厝，啥物拢爱石头，起庙拢爱石头啊。所以我咧想，迄阵啊一工差了500-600台的量。这是新庄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导览活动。导览员讲，300年前新庄港上发展的时，真侪移民对家己的故乡甲信仰也对咧查过来，所以伫咧新庄庙街顶面，平均每50公尺就一间庙。有广东人专门咧拜三山国王庙、光福宫、土地公庙、福德祠，也有福建人拜妈祖庙、自由宫和关圣帝君庙、五圣庙。这庙街哦，新庄街啊，这才是有影200-300年，应该大家来的路。来的街啊，就是伫遮。这个台语导览就是专门咧绍介新庄庙街。因为平常是伫厝里伤少讲啊，所以想讲带出来参加活动，然后加听加讲。为着囡仔听有，所以爸爸妈妈因的阿公阿嬷拢是甲因讲。国语安尼，侪爸母带囡仔来参加，望囡仔会当加听加认捌，除了接受台语，也了解属于咱台湾人的在地文化。记者陈选林秀凯新北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